丹路，作者洪明道。船长伯奋斗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相信大家加加减减熟悉咱溪东村的船长伯啊，唔免我加做介绍。不过，也就是因为大家对船长伯啊伤过了解，拢船长伯啊、船长伯啊安尼甲叫，才有我写这份传单的必要。是的，船长伯啊要出来选本届乡长咯。将来咱就要叫伊乡长伯了。船长伯啊，用人为才，目色真好，这件代志正人知，所以船长伯啊，唔才会当伫咱这个所在徛起遮尔侪年。小弟不才，互船长伯啊想到，爱我牙笔，甲伊一生的传奇写落来。转来德川这几冬，我住伫家仔尾阮爸母的厝里，无田地通好种。也无工厂的头路通好食，罕得出门和乡亲拌烂交陪。我就伫房间内规日想空想芳，头壳结甲将要破去的时阵，就刻瓜子。一半瓜子刻不了啊，看变有网无？就伫我要甲规地仔的瓜子壳扛去拼的时，船长伯啊，拄好咧找找人才。互小弟这个机会，小弟的心内感激噶。船长伯也讲，伊无想要碰风，嘛无想要专讲伊的政绩，过去做过啥，伊爱甲其他的候选人的形象无共，要像挂伫伊竞选总部的牌匾“君主之德”共款。天何言哉？伊要亲像风，有声无影，骨力拍拼，做互大家看。自安呢，小弟奉船长的福气。逐工缀伫伊尻川后，拢总半冬啊，也就是6个月。伊请我写一本手指谱啊，记录伊的性地，无人知影的迄面。上好是伊家己嘛无发现的代志。竞选期间，伊爱我缀伫伊身躯边，西市场走几站，全乡行透透。透过一日24小时的近身观察，阁有几来啉酒破心肝的暗暝。甲大家手头这本小小的谱啊补出来，我甲手指谱啊交互船长伯啊眼过了后，讲袂紧张是骗人的。伫伊咧读的时，我的目睭离袂开伊的目牌，伊的目牌有时可比虫啊去拄着触礁啊，啾啾作火；有时阁掠坦直。船长伯啊，甲谱啊合起来，吐大气，慢慢啊讲，就安尼。讲时阵，我嘛望乡亲介意这本册。望乡亲看完了后，大家毋那只是叫伊船长伯啊，通真真正正了解伊这个人。和其他候选人同款，船长伯是在乡子弟，伊伫遮路途，伫遮大汉。除了出外读册迄几年，伊毋捌离开咱庄头一骹步。在地大细项代志，无迄落伊毋捌。要研究代志，爱按根本开始。要研究一个人嘛是。船长伯啊，生伫本庄大富户黄家，因阿爸黄大水，早早伫日本时代就互重用。伫咱遮有一句讲，会到伫海岸，袂出伫黄家餐花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讲，黄家遐好野，毋是后来啊假捧果，因是正港的大好野人。伫日本时代。因着踮洋楼顶斗的金蕉树骹，到现代的马桶咯。以早有一个主持选美节目的阿舍，见若来到众人头前，拢穿金丝西米露，金光闪闪，极神清。伫节目顶悬，伊甲众人顶讲，因厝内的马桶是正金仔空的。关键时刻，流言堆堆堆，这款节目定定做这个阿舍一生起起落落的故事。拄好互船长伯啊转台时看到，船长伯啊眼看这款节目，来互北来有底。看完了后，伊煞怀念迄个伊毋捌看过日本时代的便所，安伫有鱼池的顶斗的寮仔内，是偌尼啊痛的一件代志。伊安尼来画先。
古早时的某一日，炸弹为天顶扔落，伫水龟阵的田沟爆炸。炸弹皮的一地端着国校的礼堂，一地端着隔壁庄的田地。迄当时，田主阁要求咱庄头爱赔偿咧。讲到剩的迄块炸弹皮，无拄好输入来咱黄家的顶斗，掉伫咧马桶顶头。可怜的抽水马桶冤枉受害，和敌人做伙死死碎碎去，英勇牺牲，真正是火烧山拖泪沟。刷落来，船长伯阁讲迄个马桶的代志，讲要3、4点钟，以下就人过无写咯。